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的临时会8号上午，伫个新营明治艺术厅来召开。伫个开幕式过后，马上有国民党籍的议员罗坤福，因为议长伫个去年竞选期间，到派出所口气无好，骂分局长甲队长，结果被判30天的拘役，会当依科罚金。询问警察局长对这件案件的看法，结果引发其他民进党议员的不满，双方愈吵愈大声，互会议一开始就来中断。干掉警察队长，摔手机啊，咆哮，判1个月会当依科罚金。啊，我唔知你是身为一个警察局长，我要听看卖，你有啥物感想啊？执法者的尊严啊，这是国家赋予的。讲我大声啊！我是执法者啦，执法者。恁执法者嘛，恁是执法者嘛，这是尊严。我民进党安尼，只要是民众留3万，根本差你分就对啊啦，对不对？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即摆民进党的正义走一道。休息5分钟。啊！司法案件。后来经过议长的道歉，甲无党籍议员的圆场，才互整个议程持续。这届临时会伫8号到17号总共10天，进前受理的总共54案，其中1案审议111年度台南市总决算的审核报告，其他53案拢是垫付款案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为了办理铁路立体化，延伸到永康地区的可行性研究案，报行政院来审核。因为有时间上的紧急，因此嘛送大会来讨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